超顯色。Dior 出咗最新嘅光影盤，今日就同大家試色。Dior 出嘅 highlight 好用一直都好出名，今次美篇就嚟開箱佢哋最新嘅單色光影盒，銀色氣墊夾紋包裝超級靚，雙卜卜觸感設計，每隻色都好靚啊，質地好柔滑，上面唔卡粉，顯色度都超高，每隻色都好實用。等我搽上面試下先，超顯色，試埋鼻梁同鼻頭位置。最推薦就係05色同埋06色。小片嘅顴骨屬於比較高嘅類型，如果搽喺顴骨部分咧就有提拉嘅效果，但係相對就會令到面嘅平整度冇咁完整。所以我嘅秘訣咧，尖光影搽喺眼緣嘅部分就可以達到提拉嘅效果，同時走動嘅時候又會有好靚嘅光澤感。如果同我一樣唔想顴骨更加明顯嘅話，可以試下用呢一個方法去搽光影。仲有一個小貼士就係光影如果搽喺鼻梁嘅部分，會好容易令到自己塊面睇落去更加長。可以搽喺面珠燈隔離嘅鼻梁位置，令到眼同嘴嘅視覺縮翻近。大家又會想買邊隻色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！